政治风波来看，瓜问题前几日啦，才以7000万交保尔，也毋过昨暗又搁互人裁定羁押禁见。代理主席黄国昌是批评检察官受到政治的控制，宣布1月11日要全国动员去到自由广场来抗议。民众党也强调会小挺瓜问题，也会替伊到伊来争取这个清白，也支持律师来依法提出控告。 抗告到底！手铐搁挂起嚟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等4个人因为金华城政治献金案，互人起诉。北检第2届控告成功，4个人宣布互人羁押禁见。郭文铁找衫套衫，搁再互人再去看守所。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宣布，1月11日司法节爱全国总动员，伫自由广场集合，捍卫郭文铁的清白。你们到底申请羁押他的理由是什么？结果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。 多么傲慢！所以我们所有的理由都在那100多份卷宗里面，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拿出来的，我们未来会是需要再拿出来。你敢再交保，我就继续抗告。我们国家的检察官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可怕的政治打手、政治鹰犬？黄国昌是批评北检当初申请羁押郭文铁的理由，也加伫庭上讲的理由，甚至到控告高等法院这个理由，全部拢无共。郭文铁搁再互人羁押禁见，检察官提出的事证，其中包括郭文铁加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因的LINE对话记录，显示相关人士统一口径，要用强势决来解释金华城案。难道既成事实叫做串证吗？我们现在看到北检在做的就是柯文哲呼吸有罪，柯文哲用通讯软体有罪，柯文哲连开会都有罪，都是串供。早在2021年的时候，有议员质询金华城案，当时所有的官员在回应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都委会的共识局。8月中的时候，当时有发生，我们发现了会计师申报不实，然后有虚报的状况。因为我们都没有接触财务，所以当然会把李文忠先生加进来，里面全部都在询问问题。外面的这个消息，我们内部的处理是怎么样？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财务部。民众党表示，郭文铁都那亲像去互北检来霸凌，除了伫司法节透过集合声援郭文铁，嘛强调绝对支持辩护律师提出控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